架花車出場啦，咁就係優質旅遊服務協會嘅花車，主題咧就係優質品牌共匯聚，綻放異彩迎新歲。咁啊，睇下咧呢架花車上面嘅設計咧，前面都放緊煙花咁咧。哇，都真係好似啊嚇！因為咧，其實好多節日慶典咧都係會放煙花嘅，因為咧就代表住有歡欣同埋吉祥啦。咁所以咧，優質旅遊服務協會嘅花車咧就係用咗喜慶嘅煙花嚟去做主題嘅。咁並且咧就係有各行各業，包括零售同埋飲食業嘅優質品牌，大放異彩迎新歲。咁啊，寓意咧每一位旅客喺香港咧都可以有最亮麗難忘嘅旅遊體驗啊！大家留意一下咧，喺花車下半部分咧，仲有9間商戶嘅標誌，設計成一個個巨輪形狀嘅裝飾，恭祝香港各行各業科如輪轉。香港咁多嘢買，又有咁多美食咧，絕對係一個充滿魅力嘅國際都會。觀眾揀啱心水花車咧，就記得要打嚟900300928參加飛躍馬年鳴金獎回應中有獎遊戲啦。咁喺13架花車之中咧，選出我最喜愛的花車，咁就有機會可以贏到機票同埋足金馬㗎。跟住出場呢，就係一隊熱力四射嘅國際表演團體澳洲啦啦舞蹈隊，優秀嘅運動員，咁所以佢哋嘅表演呢，絕對係世界級嘅水準啊！而家大家見到咧，佢哋就係手持呢個4色啦啦球咧，好落力咁樣去揮舞啦。一陣間咧，佢哋亦都會做出咧疊羅漢呢啲好高難度嘅動作㗎嚇，咁所以一啲都唔簡單㗎。佢哋咧係由澳洲唔同嘅頂尖舞蹈員組成啦，好似咧當中嘅榮耀舞蹈隊就曾經獲邀參加美國 IASF 舞蹈世界大賽，仲喺2013年贏。好啦，到咗我哋第4架花車出場啦，咁就係香港賽馬會嘅花車，開得勝，好有氣勢啊！呢架花車造型金碧輝煌，仲用咗好多中式元素添。好似車上面咧巨大嘅圓筒型 LED 顯示屏咧，就糅合咗傳統藝術同埋數碼科技，重新製作國畫大師徐悲鴻嘅水墨名作《雙進》，配以巨型走馬燈嘅設計，咁睇落去呢一啲嘅駿馬咧栩栩如生，似唔似好似喺跑緊咁咧？花車上面咧，其實仲有冠軍見習騎師呂卓賢㗎嚇，咁同埋咧，亦都有我哋第12屆全運會馬術個人場地障礙賽銀牌得主賴靜文，咁加埋咧一隻金光閃閃嘅巨型駿馬啦，又有金元寶，咁啊恭祝大家好似馬一樣咁樣不斷向前跑，開創感受前程。睇中心水花車，記得打電話嚟9030928參加飛躍馬年贏金獎匯豐有獎遊戲，投選你最喜愛嘅花車，隨時有機會咧贏足金馬同埋機票添。哇！睇下有一班洋娃娃、機械人、士兵同埋一班玩具公仔出場啦！佢哋咧就係嚟自法國嘅表演團體，就係法國高囂表演團，為大家送上步步高升福滿社。大家可以見到好多唔同嘅角色啦，咁佢哋就咗舞蹈、高蹺、戲劇、音樂同埋馬戲團技藝等等嘅精湛藝術，將歡樂帶俾觀眾。呢一個高蹺表演團咧，仲去過埃及、突尼西亞、西班牙、意大利、盧森堡、以色列、比利時、土耳其等嘅國家演出，足跡可以話係遍佈全球㗎。
嗱，一陣間呢，仲有好多精彩嘅表演同埋花車睇，咁大家千祈唔好行開，轉頭見。大家可以見到啦，四大護法、風調雨順，仲有可愛活潑嘅小濟公，一齊咧同大家拜年。咁見到佢哋咧，相信馬年人都可以事事順利，萬事如意。嗱，李浩林啊，你有冇睇到有八仙啊？嗱，裏邊呢，如意家家，豐衣足食。今晚第5架花車出場啦！你一見到呢花車上面嘅卡通人物，大家都知道啦，就係香港迪士尼樂園嘅花車啦。車上面嘅氣球代表住快樂同埋福氣。花車咧沿路開過嚟，為香港為大家送上無限嘅快樂同埋祝福，正好表達出花車嘅主題就係樂園無界，福氣無限。咁仲有喎，車上面咧佈滿咗好多花車嘅裝飾咧，就係象徵住新年新轉機啊嚇！再加上呢，就有2隻彩馬，就係寓意雙馬報喜，好事成雙。咁當然呢，唔少得一班大人同埋細路都咁中意嘅可愛卡。大家睇得開心之餘，記得打電話嚟90030928參加匯應通有獎遊戲，揀選你最喜愛嘅花車就有機會贏取機票同埋足金金馬㗎啦！睇完花車，跟住又有國際團體為大家表演，佢哋係千里達、巴貝多、聖盧西亞加勒比之旅，為我哋獻上金鼓齊聲喜接福。大家見到啦，佢為大家送上熱情奔放嘅舞蹈，展現出加勒比狂歡嘉年華嘅歡樂氣氛，帶大家進入奇妙嘅加勒比夢幻之旅。咁當中呢，仲有係嚟自千里達同埋多巴哥南部嘅星級鋼鼓樂隊啊！咁佢哋就係利用鋼鼓嚟到激起呢一個激情澎湃嘅音樂。大家見到咧，中間白色車嗰個咧就係嚟自聖盧西亞美豔絕倫嘅烈手女王。佢哋希望咧透過今次嘅表演咧，就係將歡樂盡情一次過咁樣送晒俾大家，咁同大家一齊過一個最開心嘅年初一啊！出場呢，係第6架花車，嚟自政區政府旅遊局，主題係感受我們動容時刻。大家睇到咧呢架花車咧就係佈置得金光閃閃㗎嚇，咁佢哋希望咧就係恭祝各位馬年金銀滿屋，朝氣闊。最特別咧就係花車上面咧呢個電視屏幕咧就係播放住唔同片段咧，係指示呢一個嘅澳門多元化嘅旅遊勝地。大家會發現咧，呢一個巨型嘅電視屏幕咧，就係放喺個大鼓裏邊咧，鼓俾人一種係威風同埋鼓舞嘅意思，祝願大家新嘅一年威風百面，鼓舞飛揚。嗱，如果中埋金獎咧就仲好啦，咁所以大家記得要打電話嚟90030928參加回應通有獎遊戲，揀你最喜愛嘅花車，就有機會贏到機票同埋足金金馬㗎啦。感受澳門動容時刻。
K-pop 舞蹈遇上跆拳道，究竟會擦出啲咩精彩嘅火花呢？我哋本地同埋外地團體咧，將會合力送上充滿韓風嘅精彩演出。巨型嘅啤啤熊咧就帶埋一班好可愛嘅小朋友咧一齊嚟開 party， 佢哋咧就係嚟自本地團體啤啤熊藝術中心，主題就係啤啤熊小明星派對。連小朋友都迷上韓風啊！佢哋跳起 K-pop 咧真係零舍活潑可愛嘅，唔單止跳得似模似樣啊，仲將童真同埋快樂散發出嚟，大家睇到佢哋跳得咁開心啦，相信會有一個開開心心嘅馬年。小朋友嘅 K-pop 舞蹈咧就係充滿勁力嘅韓國跆拳道表演，佢哋係嚟自韓國跆拳道協會帶嚟韓風匯聚耀香港。Derek 啊，你估下咧，全世界啊，究竟有幾多人學跆拳道咧？唔使估啦，我睇過資料咧，就話全世界有超過7000萬人咧就係學緊呢一個嘅跆拳道嘅。原來跆拳道有咁多 fans 就係犀利，不過咧佢哋都係經過專人長期訓練咧，觀眾咧就千祈唔好亂咁試喎。